陰道咪亂洗，趕走益菌好閉翳。牽時鼠亦都踩得咁輕鬆，真係好多女仔發夢都冇諗過噶。鬼叫話女仔嘅陰道天生就有糞鼻嘛，唔見咩？女性清潔用品近年就越出越多，亦都同時帶出好多嘅疑問噃。有人就力讚用咗之後正啊爽啊咁，不過亦都有人話又乾又痕又痛啊。有醫生就話唔係人人啱用嘅，過量使用就一定唔得噶啦，而且只係用於外陰噶咋，千祈咪擠入去陰道裏邊亂咁灌洗噃。而喺身體抵抗力差嘅時候，或者食避孕藥啊、排卵期或者糖尿病等等，都有機會令到念珠菌過度生長，增加陰道感染嘅機會噶。另外，亦都有醫生話，女性陰道嘅分泌物其實就係天然嘅防衛屏障，陰道係弱酸性噶，兼且有乳酸桿菌等等嘅細菌保護。不過水嘅 pH 值係中性噶，過度清洗呢可能會令到益生菌沖走，反而令到唔好嘅細菌滋長繁殖噃。平時呢，少着緊身褲，少着 T back，少用香味紙紙，多着啲輕便鬆身衫，就可以保持清爽衛生，減低患陰道炎嘅機會啦。有中醫就提醒，陰道長期流出啡色嘅分泌物，有可能係盆腔炎，要求醫啦。